每年拢伫咧中央节进前举办的银发擂台秀，今年进入第5档。活动将伫咧10月2號伫咧南胖购物中心的广场来举办。主办单位明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，甲台南市立病院邀请55岁以上的长者组队报名。很多社区都有在做一些社区健康营造啊，或者是找一些老师来上课。那我们就是想说，那干脆邀请这些长辈组队来参加这个银发擂台秀的活动，那让长辈可以走出社区，那我们大家一起观摩交流，互相比较看看大家上课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就是办了在106年的时候办了第1届的银发擂台秀活动。那因为随着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可能今年有很多长辈都没有办法在社区里面上课。那我们希望就是随着疫情逐步的解封，大家可以回到社区继续上课，那也可以赶快就是组队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活动。像我们这个活动啊，通常都是社区里面的老师会帮我们编排舞蹈或歌曲，然后指导我们的长辈来跳舞或者是制作道具，那凝聚社区的那个凝聚力，然后整队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。所以我们当天其实都可以看到很多长辈穿得很漂亮，或者自己手工做了非常多的道具。有时候我们整个舞会，我们的舞台现场就像是一个嘉年华会，像去年我们就有很多异国风的打扮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长者伫咧社区透过长期照护的资源甲课程，会用咧健康老化，因此提供以艺会友的舞台，鼓励长者参与社区的活动。比赛得奖，还有奖金甲侪项的奖品会用咧砸回去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